天哪，这么贵重的画你哪弄的？这不是我随手画的简笔画吗？你这亲戚就知道吹牛，不是，这是发财了！我的妈呀，那怎么画你怎么卖了这么多钱？那真是你画的？当然是，你看我这还有，我就知道我能是个天才，走狗这个地方。1000万1500万，2000万，2000万一次，快点啊！2000万2次，20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张太太拍的《白鸟朝凤图》。我去，就这也能卖2000万？年轻人说话给我注意点，这可是艺术泰斗梵蒂大师的封笔之作。不就小鸡啄米吗？我也能画。放肆！你这是在侮辱梵蒂大师！天才女儿，画给他们看。好，今天要是你画不出来，你就别想走出这个门。我试试。狂妄的家伙，今天必须好好教训你！谁又侮辱梵蒂大师，可是要去官司的。画好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凤凰！原来我之前买的那些画都是垃圾。我出1个亿，快卖给我！5亿，我出5亿，先卖给我！6亿，6亿！别急，我多画几幅给你们哈。慢着，是你？